超級王牌緊緻頭皮保濕噴霧，係用護膚嘅角度護理頭皮同埋頭髮，令到我哋頭皮帶來前所未有嘅緊緻。只要由頭頂開始，呢個位置噴，做咗一個緊緻嘅效果嘅 ，OK， 幫助到我哋抑制我哋頭痕嘅炎症啦，係啦，呢一隻認住佢。深粉紅色護髮素裏邊係最好用，佢係叫做髮膜。我每次去旅行咧，我自己都會帶佢，因為點解咧？我自己係用唔慣酒店嘅洗頭水同護髮素，係因為其實好乾嘅。如果我用其他嗰啲咧，唔用佢哋呢隻咧，係會打晒成餅梳唔到㗎。人嘅頭皮同埋我哋嘅皮膚都係同一塊面嘅，你皮膚敏感嘅時候，頭皮都會跟住敏感咯。所以其實我自己咧，除咗會帶佢哋咧去旅行之外啦，我亦都會帶埋佢哋嘅洗頭水同護髮素嘅。咁佢有細支同埋大支嘅。呢一隻認住佢深粉紅色護髮素裏邊係最好用，佢係叫做髮膜。其實咧，你只要係3分鐘洗頭、3分鐘出紋，你就可以做得到。日本 salon 嘅護髮效果㗎啦，呢一隻你用完之後咧，你會再梳頭咧，你會覺得好柔順㗎。佢係角蛋白成分嚟嘅，呢個係日本嘅專業護膚品牌多年研究出嚟嘅成果嚟嘅。嗱，洗頭水呢一隻咧，佢係咧擁有呢個7種嘅植物提取成分，可以幫我哋做咩？抗氧化啦、抗炎症啦，同埋可以增加血液循環嘅。洗完之後咧，你會覺得個頭咧冇咁扁嘅，即係你會擁有一個好健康、好強韌嘅頭髮。咁你就望落去，其實咧就會好多洗頭水、護髮素都係有一個即時嘅效果喺度㗎。即係點樣用咧？首先咧，你自己係咁濕個頭啦，大概1蚊度啦，咁你就洗完之後，佢咪會起晒泡嘅，擺喺塊個頭皮度等待3分鐘。之後你先再按摩就可以沖水嘅啦 ，OK， 係啦。另外呢一個有5種嘅豐盈髮絲啦 ，OK， 有2種嘅水解蛋白 ，OK， 因為佢係白色膏狀嘅 ，OK， 係啦。咁啊搽上去，然之後咧就直接夾住佢3分鐘啊，洗下頭、沖下水，咁就已經搞掂嘅啦 ，OK。呢隻其實我自己就帶去旅行用咯。另外佢仲有一個超級王牌緊緻頭皮保濕噴霧，係用護膚嘅角度護理頭皮同埋頭髮，令到我哋頭皮帶來前所未有嘅緊緻。只要由頭頂開始，呢個位置噴，沿住呢啲位置去噴，佢可以生到頭髮，亦都可以幫我哋咧做咗一個緊緻嘅效果嘅 ，OK， 幫助到我哋抑制我哋頭痕嘅炎症啦，係啦。